中海名都嗱拍親呢度嘅話咧，大家想知樓王究竟係邊一棟？今日呢一棟嘅話咧，就係真真正正嘅樓王嚟嘅。A6 棟廳出陽台，高層西南向嘅，望翻出去嘅話咧，莫愁慢慢掃下，一條馬路都望唔到嘅，嗰邊遠處嘅話咧，仲係望到一絲嘅光景噶啦。咁啊，成間屋嚟講咧，方方正正噶嚇，入正面積嘅話咧，去到85方嘅，玄關嘅位置嘅話咧，其實足夠放鞋櫃噶啦。功能區呢邊嘅話咧，都係7字灶台，再出一個生活陽台嘅。咁同樣啦，都係一個7字採光嘅一個單邊位置，所以無論係採光啊、通風啊、戶型嚟講咧，居住起身係相當之舒服噶啦。而且嚟講咧，細房呢邊咧，目前係上午啊嚇，太陽係真係曬到入嚟噶啦。咁大房嘅位置嗰邊嘅話咧，空間感都係夠嘅，而且同樣都係一個7字嘅採光窗啦。咁啊樓層嚟講嘅話咧，因為個高層，所以嚟講咧係冇咩遮擋嘅，乾濕分離嘅衞生間就 OK 噶啦。咁二手樓嚟講嘅話咧，肯定就係要自己裝修。呢一棟樓咧，就唔係講性價比嘅，真係講稀缺性嘅，極少人放盤嘅一個南向單位。咁啊總價嚟講咧，4字頭，有興趣關注我團，帶你過嚟睇。